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恼，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身边只剩你一手甲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眠，叫我你半醒半醒，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恼，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身边只剩你一手甲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眠，叫我你半醒半醒，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顶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无够风飞，心天之泉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顶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也通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啊，我转错了，等一下，我转错了啦，等一下。好哦，我今天没有梦游开台，对，但是我场景转错了，怎么会这样？大家午安，午安哦不，今晚应该个是早安，好高早哦，大家早安，我今天又提早开台了，没错啊。说实在，暑假真的好多暑假作业哦。超多暑假作业，对。不过我觉得，即使如此啦，比起之前可能基本上连一点点时间都没办法开，我倒觉得就是忙归忙，但是还是可以挪出1-2个小时陪伴大家，我自己会比较不会这么寂寞。大家早早，我是迪卡，今天你个较早开台啊，我今天又比较早开台了吼。来，安安。沙瓦口讲，もうそろそろ休み時間だよね。对，沙瓦口讲算是夜班的同学辛苦了吼。薄荷有，大家早安，今天大家困脆吼，就知道好像新竹以北早上都放假了吼，基本上，也不知道算不算赚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虽然说感觉听说今天无风也无雨，可是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啊，搞不好晚一点吼就会开始有一些动静了。来北部的同学，你们那边应该听讲去那里好天，日头就阳听说北部今天很像，阳光也还蛮充足的啦，对，日照充足的一天这样子，对，但是不管怎样就好好的休息吼，然后放个台风假，我们南部基本上。要放的话，我觉得明后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啦，因为明后天反正也是6日啊，见红就休的日子，对啊，只是北部这边就是有一些活动，好像就是都受影响了，有没有？要不然明天原本我们明天在那个桃园国际动漫大展，我们要相爱相杀一下的，对，我看一下那报名的那几个名字，我都已经想好要怎么迫害你们了。结果没办法，我们安全第一啦，就挪到了19号。对，要不然明天原本下午1点，朱迪卡1个小时时间可以跟你们相爱相杀的。好，是的，感谢弟弟 Reader 哦。现在目前天气很好，在新竹哦。但新竹基本上1年365天，基本上那个风都那种9级风，9级风起跳的新竹哦。弟弟 Reader 好久不见呐，咱的经历哦。来，今天就是算是。台风假的这个状况啦，我不晓得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平常在上班比较没有办法过来猪猪台的一些观众们。对，那么今天猪猪也是打算大概开到12点
45分或者1点左右，我可能就要出门办个事情。对，最近还是忙，对，还是忙，一堆暑假作业。对，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打招呼，看一下哈。首先是梅隆桑，伊拉塞很棒，梅隆桑现在知道刷知名干练了，对不对？很棒，梅隆桑，梅隆桑是什么？梅隆桑带头哦，梅隆桑带头。然后我们这下面就有一排，对，就开始刷知名干练了。这果然需要有人带头哦，把这份清流，把这份良善传下去。梅隆桑，8月1号先生，对我今天又来练歌喽。刷得来是薄荷吼，刷得来沙瓦果酱等一下可能就要差不多被休困啦吼，等一下好好休息，辛苦了。刷得来滴滴绿的，我有看到你啊，刷得来是左左，然后鬼之幽魂今天不算崩啦，昨天比较崩，而且昨天那个状况基本上应该是会被删档的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好像也没什么没有办法给大家看的，反正就朱迪卡生活就这样精明干练。就摊在阳光底下，就是这么的精明，对，就不删了，反正就对，就这样不删了，放在那边，就这样。搞不好水灵宝贝有机会把它变成精华嘛，对不对？店先生、店总，今天你要上班呐？好啦，OK， 对，我们今天就是新竹以南，大家好好上班，对，然后有台风假的就好好休息哦。然后我看一个构想新秀里今天你马来呀吼，今天早上下了2次雨了，是不是？那边已经开始有风雨了吗？薄荷薄荷淡水那边应该天气是会稍微的比较明显一点。好，薄荷注意安全哈。虽然说薄荷应该已经习惯了，对，应该是一定会来，只不过慢了点。没错，基本上啦，到昨天早上为止，它的台风路径还是比较偏南哦。但是很妙的是，到了下午，它突然又往北移了。对，原本想说它要往南，就是比较偏南的这个路径，可能就直接直撞中央山脉嘛，就没有，它现在往北部去了，又往就是北部一些路径上去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路径大家还是持续关注一下哈，我不晓得它又会偏到哪里这样子。对，还是好好的把你们的那个物资囤起来。对，我们那个台风天来了就可以囤啊。对，囤都囤，像我自己就是这次多囤了5颗我们的花椒、伯爵奶茶、德国布丁，我好期待哦！我要香香的把它用烤箱再把它回烤。你看现在流口水了，可是那个真的是热量炸弹对，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原本就是多做几颗，我想说让我们高阶会员可以吃胖胖、吃饱饱嘛。来，朱迪卡的高阶会员这边基本上就是胖1圈不准走，胖了1圈更不准走之类的这个核心的术语对，所以就是原本想说我要帮你们塞3颗进去，我真的试着塞3颗进去，但是我发现3颗真的塞不进去，它真的太大了，它真的太胖了，你知道吗？3颗塞进去，可能就是运送过程中它就是会碎裂啦，变得不漂亮。然后我自己就是试吃了1颗之后，发现说，哇靠，1颗真的很饱，1颗它的光是那个热量跟那个饱足感，它真的可以稍微砍掉我大概1餐的2/3的量对，虽然说以它的热量来讲，它1颗吃下去大概就2餐热量了，很夸张。对，但是以饱足感来讲，它大概可以让我饱足个就是一整个下午，好可怕对，就想好算2颗就好，2颗就好今嘛台北出好天啦好有有是听到一些北部的朋友在跟猪猪讲，猪猪今天赚到台风假要闪嘞。我说好啦，你们还是注意安全新秀的高炸啦然后对，孝哥，猪猪今天早一点开一开，大概1点左右又要出门办事情了然后趁今嘛无风买了较紧，对新秀的刚小的拍这个台文的这个字，其实猪猪就是现在努力的也在学那个台文阅读。虽然说我阅读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很慢，可是就是还是要就是阅读的部分还是要把它加强起来等一下应该是等一下怕这个在台湾政治里面念的是怕，等你谢谢刚小新秀的探金嘛
踏轰踏油吗？踏怕哦，好，我学到了一个哦，怕碳今嘛怕轰怕油这个用法我之前好像很少用谢谢，果然你们是我的台语教科书。怕轰怕油，买了较紧啊，对，现在就是比较风雨比较不强的状况下，你们快先去备料吼，对，快点再去传统市场啊，或者是大卖场之类的再去备个料这样。腌萝卜可以他啊，说真的，我腌萝卜我自己没有囤因为我马上吃完了。那个到底要怎么囤啊？那个很好吃那个我跟你讲，我们家3天就吃完了，你们居然有办法囤到现在，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みんな，好羡慕哦。对，我现在真心的羡慕。对，因为腌萝卜就是在我们台风天的时候，你看它配泡面啊，配罐头，配稀饭啊，都很好吃开囤吗？没有，笑哥，对，葡萄干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专属于就是惩戒朱蒂卡用的，对，属于我的惩戒，我会自己担，各人走呀，各人搭对，我不会把它分担过去我家面线啊，除了那个凤梨罐头以外啦，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把给就是自己担葡萄干的部分已经担好担满，担到我觉得我的人生都要蒸发了，担好担满了，知道吗？腌萝卜好想吃，然后夜你好对，今天猪猪比较早开台，而且就这么刚好的啦。你们先帮我听一下那个我的声音跟 BGM 的声音还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就是刚好啦，这个礼拜台风影响了很多可能北部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计划，对，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是觉得啦，即使今天真的北部有上班上课好了，但是明后天的活动基本上还是会被影响到啊，因为主要台风来的是明天啦，对，所以即使今天真的上班上课没有被影响到好了，但是明天势必很多活动还是得要就是提前做准备，挪到后面啊，或者是取消啊，干嘛之类的啦，对。那除了就是活动可能有被影响之外我身边的亲友刚好就是这个礼拜都出国，然后都是明天的班机要回来，然后都是明天的班机回不来。屯哥就是其中一组家庭，他们这一次去日本的北陆那一块吧，对，反正就他们这一次去应该是北陆那边，对，我自己也没有时间问。然后我记得他们好像是7月2号出发吧，然后往年就家族旅行大概啦，规划下来大概都好像7、8天吧。然后我就这2天突然想到说对呢，哥哥应该差不多被等来想说我哥应该差不多回来了，想说如果是今天的班机应该来得及吧。然后我就赖他说你们像班机是今天还明天然后他就打 QQ 的脸明天被取消了。就班机直接被取消。然后他说最快要到后天，所以他们就是快点跟嫂子然后他女儿就是快点就是在紧急看能不能再找个饭店再来住个1晚，就很崩溃这样。然后另外一组家庭就是我的生命斗士姐妹，对，她基本上固定暑假都会去成都一趟，因为成都那边很像有她的朋友，对她都会就是也算是家族旅行，所以暑假就固定就会带她小朋友去成都走走。然后她也在赖分享说取消了取消了，然后可能她那班的飞机很像又不知道是位置少吗还是更难预定，这就不了解，因为我其实没有飞过大陆，对总之他最快要到7月14号才有办法飞回来。哇多玩个几天，那工作都不用做了这样。大概是这样对，哇，所以一个台风实在是影响到很多的排程。不过没办法，我觉得真的说到底就是安全第一啦，虽然说工作或者是行程被影响到很烦很燥，对不过说到底就是留条性命，就是我们就可以继续再拼很多事情对。然后穷苦如我都是一颗拿出来吃。你跟我讲说穷苦如我，
说这位说自己穷苦如我的这位 Tawa 是我们马来西亚贵族华侨之外，也是本频道的高阶会员，他已经连续加入高阶会员快要70个月了。你们没听错，1年12个月，他已经加入快要70个月了。但听说朱蒂卡不过朱佩信到现在也不过4年多的时间，到底他是怎么拼到70个月的呢？这个就非常的神奇了哦。我们这个绿界的这个高阶会员卖场有精神时光屋哦，对，我们可以直接加1年，或者是可以直接加半年，对啊。除此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隐性大佬叫做萌新哦，因为我们家大佬实在是太爱叫自己萌新了，于是我们家这里萌新一句话就得花3800。这个代价实在是很大，但是加下去你会发现非常的划算，因为大家一加就不想走了，谢谢。每个月都被喂得饱饱胖胖这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马来西亚贵族华侨就是这边加加那边加加，然后一下冲个半年，一下冲个1年，怎么要到70个月了哦，斯巴达西，已经要到我们的古稀之年了哦，我们的耆老继续做，我没有造谣，我真的没造谣，这不是造谣，是真的哦，对。防台准备，帮猪猪准备，不用，葡萄干听说我后面还有12盒，对，这实在是不感谢你们的美意。虽然说我们凤梨罐头已经重训吃完了，但是葡萄干后面还有12盒，实在是很感谢大家的美意哦。然后，朱龙先生，这边有哀嚎说，宝可梦原本在台北捷运貌似中山站摆好东西，又要先撤掉。他说假都请好了，结果撤掉。这个有点好笑怎么办？这取笑女朋友会不会很过分？好啦，就充满安全第一啦，对。然后Juno 先生，我要放台风假了，希望你们家员工都平安呐，好不好？对，我们家Juno先生的员工就是猪猪咯，就是我台湾最好吃的猪猪，好不好？OK 的这个台风假放着就实在是对。就很多人都跟猪讲说在家里不知道干嘛，对，可是我觉得反正就好好休息吧，反正就当连假放咯对啊，就当连假放。既然是美意，那猪猪你说葡萄干吗？有啊，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美意，我就是得收下了，就是不管我把它当成到底是迫害还是美意，反正都要收下了就反正都要收下了，有差吗？这是这全球的活动是吗？你说宝可梦吗？对啊，我都希望是没事的，对啊，因为对于农业而言就是台风一来，引擎下皮皮穿的，对啊，对于那个就是各种不管是畜牧啊，或者农业啊、渔业啊，台风来而且它皮皮穿，对，让大家平安大概是这样子。好，今天来到11点11分，猪今天也稍微的有比较打起精神了虽然说还是很想睡，而且我最近要做的那个功课真的有点爆炸多，我还得要研究一本书之后可能再想一下 PowerPoint 要加上什么东西。对啊，这个学术研究我只能说非常的有趣，对，就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对，导致于其实我精密的企划书其实差不多已经可以开始做了，对，可是我就是有一本书今天热腾腾的刚收到，我还是先研读一下，然后看这2天台风假把书大概我的书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太快我真的好需要阅读机是一个看字很慢的朱迪卡好需要阅读机，可是没办法还是自己看一看，然后快点截取一些重点，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塞进去 PowerPoint 这样子，对，然后虽然说感觉在7月10号，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了，还要得3个早我今天较早开台耶所以每次看到那种新闻标那什么台风假有望都很早，真的对于农业而言超早的，有望什么东西要是员工或者是一些农产品受损之后谁赔我之类的，就超早的，对，没有错啊，对，所以就希望都平平安安学一下速读吗？来不及了来不及了，Juno先生，我这部分我都会可能麻烦就是小帮手帮我读一读因为时间不够用，猪猪的时间是24小时不够用的那种要某个蓝色没有耳朵吗？现在很需要，可是他
我长大发现啊，它那个记忆吐司可能一片只能一页的这个状况下，你全部吃下去，你也会变成胖子你全部吃下去也会变胖子完蛋！恰恰高照该死的6点台风假要怎样？上到晚上8点哦，好，6点台风假我记得是台中的部分，对不对？对，好，没事，安全第一。而且为什么6点台风假你要上到晚上8点啊？难点，为什么6点台风假要上到晚上8点？这个制度是什么？对啊，就是记忆吐司长大发现，小朋友会觉得哇好棒哦，吃一吃然后就记得了，不用念书。可是会发现说你吃一次就记得了，没错。可是一片顶多1页，那万一你是整本参考书都要考，那你不是变胖子吗？对，就身体负担反而变得很大所以速读只会练成速睡哦。我是那种就是可以快速记忆之后考完试马上就忘掉的那一型。对，我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今天读的这个东西马上记在你脑中一辈子，我没办法。我是属于那种，好，今天要考试了，好，我今天要做报告了，我今天就是快速收集很多资料，对，然后阅读能力慢的这个状况下，我就只会挑重点，整理好重点之后呢，好，这个活动结束，好，马上忘记。我真的是这一型的，所以每次就是一个大活动结束之后，我就结束了，好，太好了，好，我们继续下一个，然后下一个也是开启那个快速记忆法，然后把那个重点式的把它条列下来，但是我上一个活动会马上忘记，对，但是我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伙伴合作下来，他们都会记得说某年某月某一年我们在某一次的 PowerPoint 或者某一次的计划里面，我们采用了什么什么的说法，这样哇是这样子吗？有吗？有完全忘记。因为我通常都是发表型的，我不是资料收集型的，所以发表完之后，我只记得说我在台上我要把重点归纳，怎么样讲可以让台下的人好好吸收我们这一组到底要报告些什么东西，这个是我的功课。对，所以我会是在于表演上面会花比较多心思，知道说这一行我可能要停顿一下，让观众或者是让台下的可能学者或同学稍微内化一下，我再继续讲。对，就是段落分明的部分。对，但是资料收集的部分基本上慢慢交给你们了。对，交给我的组员们。我就完全不是那种就是哇，可以就是做完这个资料就真的是一直记在脑中里面，没办法，对，没办法。最快记录是哈利波特小说死神的圣物。上下2本用4节课的时间，哇靠！你阅读速度也太快了吧！守护不辛苦啦！守护不肯16是，悄你辛苦啊！宿舍不用练吗？天生，我跟你讲，电生生，我嘛是了。你看看主人朱蒂卡还边睡边开台，我真的练成了边睡边开台的成就我的天哪！我昨天真的就是以梦游的形式，真的开台了，真的就是在梦游。昨天就是眼睛朦胧到睁不太开的状况下，我还在可能校对那个 PowerPoint 我应该怎么去整理的状况下，然后我在 OBS 按到了开始直播的这个键，我不知道，我也才知道说原来 OBS 有一个开始直播键，我按下去它就可以连接到 YT。 哇靠，还好我那个时候没有在看什么奇怪的 BL， 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提班停跟加油站在班用干嘛？能吃着，我也没人。天哪，亚诺！结果你今天排休，本来就排休了，然后就放假了，这样吗？好啦，亚诺，你把辛苦啊！大家辛苦了啦！大家辛苦了。对，哇，真的觉得就是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各方面的一些事情巴家掺杂起来，真的。很吃我们的心理素质各方面。对，可是我倒觉得有时候生活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没得选有些人的确是自己选的，但是选了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自己要的东西。对，不过我是倾向于说来了就来了，就去面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或者是说他妈这个台风假，然后可能影响到了一些生活排程或者工作排程，我这边的确是有被影响到一些。对，不过因为猪猪不是抱怨型的人我就觉得抱怨可能没有办法解决事情，我就是可能有些东西我会觉得说来了就来了。对，然后
有些能量就是说你尽量保持乐观或者是正向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会比较健康，会比较营养啦。我所谓的营养是说不是只有那种吃可能奶蛋豆鱼肉类的营养，而是对于你大脑的营养，就是说你面对任何事情会比较有营养的去正向思考啦。对，因为我发现就是习惯抱怨的人真的就是大脑本身吃的东西也不太营养，因为你本身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一些负面或者是抱怨或者是不是那么正能量的东西的话，那大脑本身每天就是吃那些不营养的东西，很像身体也不会快乐。对啊，所以知道大家生活都很辛苦。对，怎么会讲到这个？对啊，是因为生理期的关系吗？突然语重心长一下，昨夜先生厉害。今天这样放假真的莫名其妙，晚上转一站不会上班，所以我会车站是台中的朋友，我这边也是有收到一些台中朋友的抱怨，这花了发，这到底是放什么鬼假？要放就放一天，干嘛晚上6点才开始放这样子？好之类的。好，恰恰你也辛苦了，这在是对啊，我只是说你们都辛苦了，对啊，那只能说朱蒂卡能做呢，就是留在那边跟你们冷消委。真的冷消委真的是治百病，真的相信我。对，今天不管放不放假，如果大家都觉得很燥的话，那我们就来冷消委吧，你们觉得如何？冷消委真的治百病。好耶，今天也有碰耶。冷消委怎么在下碰雨？谁啦？怎么今天又有碰啦？而且下碰雨了，为什么下碰雨了啦？哇，不是我们台风听说还没来哦，我们台风还没来你就开始下澎雨，谁啦？感谢台风假来赞助，台风假来赞助，然后就下澎雨了，好好玩哦。好，总之呢，今天这个假期能不能无处宣泄的那些时间欢迎来猪猪频道不然来听歌或者赞助，其实小额赞助其实也是会下澎雨，但是可能只会下1-2颗啦。对，要想看多一点的澎雨的话，其实刚刚那个数量就大家应该看到还蛮多的。对，就是下澎雨了。对，猪猪频道现在就是只要赞助就会莫名其妙下澎雨，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然后差不多我们开始来慢慢的来练歌吧。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前2天我们尊爵不凡的丢逼的这个专辑的精装版也默默的又减少了1-2张。对，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像还有27张的这个扣打 T 就扛在那边。对，我还有27张还很稳。对，我暂时还不用公出我第2极孔食材到底是什么这大家就不会这么快霸气。对，我知道第2极孔食材就是我相信大概到今年下半年应该也是没有机会让你们知道你们加油哦。前几天有听着就说今天第一次看到第2种不是他玩，你看到砰掉下来不？你看到砰掉下来不是已经看到烂掉了吗？你各位大佬们，我们之前对那个可怕的弹珠台拔旗是怎么拔的？那个拔旗怎么拔的？你不是已经看到烂掉了不是吗？对，我们今天就是不止今天啦，之后就是赞助都会下澎雨谢谢。没事不要去海边去观浪，想观浪去看镜头吗？对啦，你想观浪的话，你看 YouTube 看网络就有了。的确是这样子，真的啦，没事，真的不要去浪费社会资源还要得上，还在讲小喵喵，就你这句话，姐姐开始唱歌了，姐姐开始唱歌，姐姐唱歌啦，好啦，怕怕红怕齁好。哇，真的新秀2今天打的这个字我怕茶，质地松软的木材打了这个台湾政治我才了解原来有这个台湾政治。已经怕手，
怕秋也可以这样讲哦，他花钱很大方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形容，是不是？怕秋，已经怕手，已经怕秋哦。好，没事，对，好，莫名其妙学习起了这个字，这样子。好 ，OK。小兰你好，小兰，你前两天真的在你收店的时候放猪猪的专辑吗？对，而且我前两天才知道，原来小兰你工作的地方居然是我们健身族群最爱的波奇，是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波奇，里面是满满的蛋白质的一些怎么讲，它有很多的料可以让你选，然后也可以选荞麦面啊、饭啊，或者是生菜，然后里面的料基本上就是低油低盐。对，然后它的调味就是非常的清淡，然后无油哦，基本上无油居多，所以非常适合重训啊、健身族群吃，或者是需要高蛋白的长辈也很适合啦。对，也感谢小兰，真的把我们的专辑吹了起啊，非常开心。好啦，来练歌了。好，真的来练歌了哈。看一下哦，说真的，孙瑟熙的那首歌我还没有真的去听呢。但是我觉得我们先从新不了情开始。水宝贝，水宝贝安，波奇好吃，对。不过波奇的状况，其实猪猪在家也常自己弄，所以就是吃过一两次，就觉得它好吃，对。然后，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下，想说，我在家其实有些料还是有办法自己传吼，所以就之后蛮少去的。但基本上，它那些料啊，都很适合健身族群哦。去做搭配啊！猪猪练几首歌了吗？我还没开始练，没有上完还没开始练的啦。没有啦，我今天会练歌啦。恰恰，我今天不只会跟你们聊天啊。昨天一宣布停班停课，我们站长直接把早午晚班全部砍成工读生一个人上班。风雨还没来，路上应对车。哇靠！一个人真的一个人面对上下班车潮，就像有个没事别去加油！我的天哪，工读生真的哇！天啊，工读生 hold 住因为我是觉得大家或许会趁就是去那里喝天的时阵，想讲去加一个油的有无？洗车应该暂时不会洗啦，毕竟明后天就有风雨了，应该是不会这么可爱跑去洗车吧？但是。哇，工读生一个人 hold 全场，辛苦，没事不要去洗车。OK， 好，我确认一下工作讯息，等我一下。好，你们的那个生日周边我们的小天使阿欧也在替猪猪跟厂商做确认了吼。好 ，OK， 对啊，超狠的推荐自动加油，蛮喜欢用说到这个水宝贝，就是猪猪姐姐之前有一次自动加油完之后成功了，很开心，但是到了隔天马上就忘记啊，完蛋了，自动加油怎么弄？我还这边思考说完蛋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不然自动加油真的很方便啊，自己高上一拉塞，对，打哈欠啊，我觉得我进步啦，阿瓜。我昨天梦游开台的这个成就解锁之后，我今天非常万分的小心，对，而且昨天就是莫名其妙梦游开台，好险我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好险我没有在看 BL，
如果在看毕业楼的时候，一定会这个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这样子。洗车太小看台湾人，上有常客台风天脚。对啊，台湾人到底为什么连雨天、台风天都要去洗车啦？对啊，自动加油啊！怎么了吗？阿瓜有勾起你什么回忆的吗？对，好了，我真的来练一下。我们好像只剩下我们不小心又快杂谈1个小时，我们又杂谈1个小时，花了饭。我们好了。然后这个台风假，就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小姐，谢谢赞助。什么今天有碰啦？我们家观众很可爱，因为在上班的时间，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忙啦，所以有时候丢赞助或者是加高阶会员，真的就是丢过来，丢完之后马上就走掉，然后根本抓不到人是谁。然后想到要抓的时候，然后朱迪凯忙到忘记不知道是谁，然后永远就不知道是谁，永远就不知道是谁。对，想想那个蒙喜，想想那个布鲁斯，对。真的超惊险吗？不是自助加油吗？我刚刚讲到自动加油是不是？我刚刚讲成自动加油吗？对不起，我讲错是不是？上次风雨经过自助洗车场就看到好几台吗？奇怪，为什么台风天台湾人这么喜欢洗车？好啦，1个小时，对嘛？1个小时再正常不过了。我今天要当个反常的朱迪卡。有没有听到我的 echo 声？我们今天就会很软烂哦，软烂的，软烂的。自动加油，对不起，自助加油。好，然后我们从新不了情开始。来，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谢谢你们陪猪猪练歌，忙死了，真的是忙死了暑假。可是一两个小时也好，谢谢。我要上来讲干话，耶、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祝圣大哥你好，行吉马桑尼马拉雅啊！是咱的雪哥今仔日开台嘿啦，咱高雄市无放假，一定要开台一个。我们南部这边没有放假，要放啊，不是要放，要开。哎，高子老师你好，啊，等一下刷落来那熊熊变无烟花。我们今天啊，很可惜，二姐的歌就不是指定曲，不然我一定唱爆啊！不暇思索，哪是有二姐歌，还不唱爆它？对，不过对，想了一下，金咪好像近几年很像比较没有台语的指定曲，对。但是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评选困难之类的吗？我是觉得无所谓，就是看说出什么样的题，就是尽可能的，就是来共襄盛举一下。吴贤你好，大家午安，我们时间接近中午了，大家记得吃饭哦。来，接下来，啥都来，等一下有浪人情歌是不是？我们要来玩一下。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这个吗？让人情歌。我觉得我唱起来应该没感觉啦，可是就来都来了，我来唱一下《让人情歌》。看一下哦。让人情歌好，中部也没放啊，但放的时间很神奇。我知影中部今仔日下晡6点放假，下午6点开始放假，很神奇的一个时间呢。哦，啾啾いらっしゃい，我们欢迎啾啾先生。此啾啾是那位啾啾吗？刚刚啾啾舌头打结了吗？舌头打结吗？然后10月2号，可能大多数人还是练习惯。我也在想，对，所以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自选曲我也可以自己选想要唱的台语歌这样子。开头唱观众不行，我还是得要自己唱，因为你们唱我听不到啊。哦，那是挪威的森林啊！这前2天也发生。等一下，我为什么老是不是？我前2天跟你们确认过的，我的印象中《让人情歌》的前面不是那样子吗？又错了吗？薄荷，不是他话，你听我说，对，我记得我前2天跟你们确认过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我记起来了，难道我记起来的不是我记起来的那个东西吗？唱出猪猪的风格也很爆吧？我们来玩看看，你让我忍不住。哇！我解锁了让薄荷，你是骑车骑到一半，然后忍不住停在路边吐槽我，是不是？哇！我解锁，我让台北人就是骑车骑到一半停在路边吐槽我的这个成就，快点闪个黄灯！汽车很像不能闪黄灯，对不对？下班准时放假是没有错。7月2，你们都注意安全哈。南台湾要放假，等台风跨过中央山脉，南台湾变成了迎风面，这机构要够强变成轻。预计
其实明天有没有放假都朱迪卡而言都没差，因为本身猪就是见红就熟的猪。对，又气球哥哈，让人几个又跑到挪威森林了。阿光，你看到了吧？姨妈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我明明精品干练到不行，但是看看这2天的我，看看这个礼拜5的我怎么了？哦，骑车买午餐中，不好意思，好，没事了。哦，但我真的让人情歌了。哦，来了，对，薄荷你安心去买饭，我不会再弄错了，应该 maybe， 好不好？姨妈改变了我，你看，让人情歌都变挪威的森林了。怎么唱啦？等一下，所以前面到底是哦，不要再想你啊，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将它统统赶出我手上的心扉，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我很严肃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啊哈，他上面只有啊哈，生气，啊哈，呼啦呀哈呀，呼啦。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手上的心扉，让我将你心儿摘下。哦，好顺哦，啊哈哈，我很严肃哦，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挪威的森林。啊哈哈哈哈！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朋友的地方，惊死人了！我不要再想你，乌拉呀哈呀乌拉。我会再提醒。从唱牌的这样记好像也没毛病，我也这么觉得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那妈妈弄黄。我只是牵挂是风。
嘴巴音乐走在大地，是我不该问。这是爱你的心潮。我突然很在意挪威的森林怎么唱，你们等我一下。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那是人工卡祖笛吼，那是人工卡祖笛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跟昨天的软烂比起来，是不是我今天有精神很多了啦？那这样怎么对我昨天？不是立 W 先生，对我不过就是一直把挪威的森林搞成让人情歌。伍佰老师，对不起。就是金玉的歌曲是不是能改编吗？就基本上你歌词不改，对你歌词不改的状况下，你可以清唱，你可以变成钢琴版，你可以变成爵士版，你可以变成摇滚版，你可以变成台摇版，对，基本上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对。然后，但猪猪是倾向于说，因为毕竟他还是论唱功去做评选，所以我暂时还是，我就是觉得先把歌练好，对。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会走一个朴实无华的路线的，就我也不会改什么编，然后就反正把歌唱好，对，初衷就是先把歌唱好，大概这种感觉，对啊。不过就是如果想要找身边的乐师朋友做个什么简单的什么吉他版、钢琴版，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只要歌词不改就好了，然后现在喜欢的不是，我觉得我很认真在练歌啊，我觉得我很认真在练歌，我真的很认真啦，不然你们听，接下来我要认真的唱了。等一下，再一次。而且我会那个啊哈，是因为他的卡拉 OK 版本就真的有蛤蟆蛤蜊的蛤啊，真的啦。蛤蜊的蛤，哈。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愿看错行，把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手上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等一下，我一定要截给你们看，那个哈是真的有呢，我不是乱喊呐，给你们看。对，这批太蠢了是吗？你们自己看，真的有哈，就真的有哈，真的啦。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
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乌萨奇啊哈。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我在想你，不要再爱了，我会在你那呀哈呀，我的生命中会成为就真的有哈哦。你看我没有骗你们啊。我觉得浪人情歌我高几率就是唱一唱，但是我不会去报它，因为我唱不出伍佰老师的沧桑感。对，我唱不出伍佰老师的沧桑感，我只会坏了这首歌。而且现在说真的，这首歌就已经被玩坏了。你觉得我敢报吗？对，它已经变成乌萨奇之歌了，哈的很好，下次变。因为是我的Ken。Ken 嘛 ，Ken 先生，好，我也觉得我喊得很好，对，但是下次还敢，知道吗？一来觉得主播这一批很纯，对我也这么觉得，超纯的，超纯，好不好？像我喝口水，是这样的吗？朱砂奇，我没有，好啦，西香菜，好不好？对，我们现在房间飘落的都是香菜，是 NC 哦，现在那个中间差一个语气，但猪表达出来是绝对不一样，什么东西？检举按钮在是朱萨奇，好烦，明明就很可爱，好吗？哦，是这样要用这样唱法投稿吗？不是，我们浪人情歌不能被朱迪卡唱成这样子，对，我们不能亵渎伍佰老师的歌曲，所以我觉得高机会我不会投这一首，我觉得。我不会投这一首啦，我这一首真的没有办法唱好它，我唱不出伍佰老师的沧桑感。对，朱萨奇，ZW 先生，谢谢加入文化部爸爸。第5个月的这个台湾话组员，你们记得每个月都要填表单哦，吼。我们的迪卡主播在高雄没有放台风假之后，整个人怪怪的，市场不用负责吗？当然麦不用负责啦，对啦，但是如果麦愿意来一起玩一些就是 VTuber 的联动活动，我很开心啊，好不好？我们的暖男市长不用负责，对，不用负责。今天那是新的什么身份朱萨奇出道吗？我担心会被那个官方寄那个纯正信函过来，我觉得我还是先练下一首歌好了。他纯真信函寄过来啊，那腰神啊，被击啦，乌萨奇啊，不是完蛋了，越玩越歪了，歪掉了，唱不出500的吗？唱出500的哈，一定要的，对，我们只是重现这个，对，毕竟看到这个哈，怎么可能不想到乌萨奇？好可爱。好啦，下一首歌我们来回家一下。下一首歌回家一下哈，回家这首歌好难哦，难度超高。回家之前我要先去换个卫生棉，等我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就回家。等一下我们回来就回家，好生气哦。好，等一下我们回来就回家。然后也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如果今天刚好放假，让你撞到这只猪，我们相逢自是有缘。
吼，咱今仔日会当见面，真正是有缘分，吼。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总之呢，就是只开台在平常日的早上、中午或者是下午台。对，不生气的话，今天就陪猪猪练歌，大概到1点左右吧。对，今天猪猪也很忙嘛是救不赢哦。但是还是希望开个台，我们一起来推一下我们这个指定曲的进度，这样子。如果不会填表单，又或者没时间填，该怎么办呢？哦，感谢我们的年资第一大佬，我们的塔瓦奇老，不是，是也不是这样。如果你不会填单，或者又没时间填单的话，欢迎加入本频道最高阶会员，不管是3200、3800加下去，由朱迪卡替您填单，有我们一条龙的服务，完完全全不用担心不会填单这一件事情，还可以收到每个月朱迪卡的高阶会员的一个原创料理的香爱香沙。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帮你累积年资，未来有些活动，看你年资第几名，我们就依序私讯尊爵不凡的讯息为您邀请，我们算是比较高阶会员的私人活动哦。啾咪阿死要加要快，我们可以效仿我们的水母大佬，虽然说他今天没有过来放葡萄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欣慰，他总算长大了，不放葡萄干了。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不会填表单，马上加入了我们3200的高阶会员的一个很棒的例子哦，谢谢大家。他想要150块的礼物，但是告诉猪猪说：“猪猪，我不会填单，不然我加高阶会员好了，你帮我填哦。”好哦，都加好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谢谢大家。首先，官方要承认猪下棋是乌下棋，不可能，我等着收纯正信函，什么被穿内裤，可惜来口，你们给我好好的把猪娃娃穿上内裤，知道没有？台风要来了，不要让他的该逼觉得很冷，知道吗？台风要来了，让他的该逼保持温暖，知道吗？可是没有搞笑版金曲奖，这次有那个什么搞笑，有啊，这次有那个什么搞笑企划奖，不是吗？对，然后我看一下哦，的葡萄干下礼拜来都来，葡萄干我不来干，只要你记得，请帮我寄邮政信箱，我才不会又落掉，知道吗？这次很重要，我们那个12盒，请务必寄到邮政信箱，才不会又被落掉。谢谢，非常感谢。不是猪猪哦，这是为姐姐猪下棋吗？这两个很像是同样的个体哦，怎么不全是卷龙？丽达不是深深，你们的 sense 有，我不会说不好，但是我只能说很特别。对，我们台风天都要到了，可以不要让它全裸吗？可以不要让它全裸吗？好好的让它穿上衣服不好吗？我们女生，我觉得女生玩芭比娃娃跟男生玩芭比娃娃真的很不一样。男生的玩法真的都会让女生崩溃，你知道吗？帮他穿上内裤知道吗？好好穿一个内裤的好不好？好啦，我要去滴水啊啦！我要去洗水啊！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妈咪嘟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实比较看待，都讲将来无啥通叫我苦恼，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的，宝岛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准备是我的水面，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好哦，丞相起风了。我等下要出门办事嘛，然后出门办事前，猪猪要先把衣服收进来，不然这真的会胖次会被飞走。我昨天就想说，今天高雄基本上高几率不会放假啦，然后算了一下时间，想说好，快点先洗衣服，因为可能台风是往北走，但是总觉得我们这边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风雨，所以昨天下午就快点先把衣服晾起来。哇，都干了！我就最喜欢在大高雄晾衣服，其实干得很快，然后通风又良好，因为我们家这边通风其实真的还不错。对，只是那个胖次真的很容易被飞走，对。又是胖次，我就是怕被他追走。不是店总，那个真的不是我放下去的店总，那个包裹
那个包裹无辜的，这是无辜的猪，对，真的不是猪猪放下去的。好，水灵宝贝先去买午餐。今天姨妈第3天，精神力还是努力的复原中啊。因为吴先生你好，大家中岛平安，中岛好哈。有的哈密瓜先生有，谢谢，我的水拿进来了，我的水拿进来了，没错。然后台风假还是要上班哦，好，也是有放台风假，但是还是得上班的。外父先生辛苦啊，你们都注意安全哦。今天感觉很像风雨不是那么强，不过明后天应该就会比较激烈了，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哦。该囤的先囤起来，对该囤的，对我们高阶会员回馈可以囤，好不好？哦，我们囤积千日就是用在明后天，对不对？嘿，幽灵你好，高雄哦，风，我们家阳台开始起风了。我等一下再不把衣服收进来，总觉得全部都会被吹走。套子在哪里可以捡？我自己捡回来，不要跟你们讲。特别这次北到你都觉得，怀疑眼会登陆吗？对，他其实到昨天为止，我都以为他要往中央山脉扑了，结果没想到他居然突然往北移耶，而且是蛮偏北的。对，天降暴刺，警察跟海巡一堆没办法观浪。等一下，可以不要去观浪吗？萨库拉桑，你可以不要去观浪吗？你给我回来！你去观浪，你真的要打屁屁了你。目前新竹部分风也变大了，好啦，各县市的大家乖一点，不要去观浪，要不然就打屁屁，知道没有？完蛋了，此话一出，大家更要去观浪了。他妈，你现在给我去观浪，你就是受。好，这样可以吗？去观浪的都是受，这样应该没有人想去观浪了吧？对不对？好啦，人身安全多注意啦，来，接下来我们好好的回家，台风天就给我回家，知道没有？开始刷痕。红台天你搞我登去厝内底，知无？你公妈在等你啦。开启你养平型的骂倒这样子，你到底在给人哦？就有一点小雨，是不是？哇，不得不说，基隆人很爱观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基隆的朋友，他们对他妈真的很爱观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么爱观浪？基隆人不观浪，真的可以演什么东西？他娃，你乖乖哦，你乖乖，这个不需要打屁屁，乖就好哈。最乖了，最乖了，我们来唱回家。观浪台。你们可以不要观浪吗？你们全部都好，全部都想做兽，想做兽，谁想做谁去做，都去观浪去。顺着这首歌真的难度很高哦，对，难度超高。可是今天我们轻轻唱看看好了，有办法吗？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一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
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通通都给我回家，不准去关浪，不然你就是手，知道没有？OK， 基隆也可以也只有浪可以看了吧？基隆哦，我不得不说，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基隆的美食基隆算是，我觉得它清淡到让我觉得蛮意外的，他们那边的食物反而是偏清淡的。我一直以为，总觉得基隆可能想到的一些食物啊，然后总觉得是不是都会比我们南部这边可能还要再怎么讲咸，还是说油许多？但结果不是就基隆那边食物是非常的清淡，对，就连羹汤都那个羹跟那个汤基本上是没两样的。汤等于羹，羹等于汤，但是在我们南部呢的这个羹的这个部分，就被我一个北部的朋友说：“你们怎么那么爱喝鼻涕？”你知道此话一出，我直接把它折断，你知道吗？他到现在还在复原中。你们南部人怎么那么爱喝鼻涕？好恶心哦！然后再折断，对，马上折断，当场折断它，对，连医药费都不管这样。好了，所以基隆的食物其实我意外的是很喜欢的。至于他们是不是只有浪可以看，这我不好说。但是他们这观浪蛮方便的，他们在观浪部分真的很方便。对，回家召唤知名干练之歌，什么东西啦？就是那个。嗨，提莎，我都叫是你今仔日无来啃这个什么葡萄干，我就感觉就安心咧。头大哥，大家讲煞了，你就随来啊！
我刚才想说，今天我们水母先生并没有过来要放葡萄干，对我觉得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对，欣慰完之后，然后水母先生就过来放葡萄干了，怎么会这样子？没有跟到前面好可惜吗？给出一个葡萄干安慰自己，没事的，水母先生，反正你也知道，我开台前1个小时都在聊天，你们都知道的。尤萨根桑你好，安安。哦，时间过得好快，我记得8月份的寿星尤萨根桑也是其中一位诶，一转眼又是1年了。想要自我认同是瘦就能去观浪，笑哥你说的太棒了，如果您觉得您是就去吧，尽管去，就是彩彩原本就是瘦，彩彩好，我只能说对，在 DC 里面大家相爱相杀的不亦乐乎，您真是个功臣呢，您跟我们诺诺真是个功臣呢，我们彩彩跟诺诺基本上持续延毕中，我就看您会延毕到什么时候啊！我就看你会延毕到什么时候啊！浮水鱼羹比较像嘛，但好喝，超好喝，我很爱喝浮水鱼羹。要说鼻涕吗？来，阿瓜过来，我想折断你，你给我过来。阿瓜，你现在给我过来，我想折断你，还掏空你的果肉。我跟你说，鼻涕难不中。完蛋了，又要开启那个南北食物战争了。伟凡你好，中岛午安，中岛好吼。哎，给你吃饭哦，我今晚8度就要啊。我现在肚子饿了。前1个小时到现在还在聊，没有啦，阿瓜。我记得我今天有好好唱歌啊，有啦。谢谢伟凡，谢谢你的点赞。你一定是因为精明干练而被吸引，对吧？继续留下来，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精明干练。伟凡留下来。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对，但是我们这个是伟凡，不是瑞凡哦。彩彩是说不意外，现实中也是。等一下，萨克拉桑，你们是同一个均匀是吗？萨克拉桑，我看一下哦。哎，其实彩就是时间比较长。梅洛桑，你搞乖哈，梅洛桑，有人要被揍。哎，我真的好期待我们下次还有线下耶。店先生，就是在很忙的状况下，其实活动就是一直被安插进来，对，但是我依旧持续期待着，就是救护车来了，能不能谁刚刚有被我折断的，快点上车。对啊，就是会很期待我们下次的相爱相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好期待哦，你们给我乖一点哦，较乖哦，知不？来。刷落来，时间来到着12点。他救护车这样就一直呼啸而过，觉得好可怕哦。没事吧？奇怪，怎么救护车？奇怪，南部这边算是有点起风了，城乡起风了，但是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任何灾害吧？怎么讲？你绝对比诺诺还要先人生毕业，这个是必定的，好不好？其实猪猪聊超过半小时，有店先生，我今天不过就是又聊个1个小时了。对了，我今天大概，对不起，打个嗝，我今天大概10点45分开台，对，然后聊着聊着，我不晓得为什么我11点快要40分我才拿起麦克风唱歌。请问你们有头绪吗？不需要有头绪，对，基本上很像每次聊天就一定要聊1个小时起跳才会开始唱歌。桃园开始大雨了 ，Oh my god！ 好，有萨克桑，注意安全。我等一下结束这回合之后，我大概跟大家聊到不是聊到，对不起，我大概练唱到1点，我很乖，我有练唱。我们大概练唱到1点，不是聊，是练唱，练唱到1点，就说快点要去收个衣服，我要出门办事。对，好淋湿了。对先生，湿漉漉的你，感觉应该不是，对不起，对，我想到了本的剧情，不好意思每次2小时保底才对，超仔仔，麦克风就边聊边找，真心话说出来。台南晴空万里啦，我们高雄其实也是啊，不过风真正有变较透啊，现在风就透温刀现在风就透已经默认是聊天台，不是。好啦，これが是江立德吗？江立德你好，哇，江立德你今天直接送出一个汇集，杀到了萨克拉桑，
我们真的是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汇集是个结缘品，你知道吗？对，就如同吉纳利这个江立德，他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结缘品。对，我们这个汇集杀出去，你会杀到谁就跟谁有缘分，你知道我们恭喜江立德，准确的就是射杀到了我们的萨库拉桑。对，您吉纳利有缘分，看要做一个朋友吧，跟我一个电话还是赖吧桃园晴空万里嘛是要爱等一下要注意怎么讲？爱注意，对，而且爱注意你的安全呐，要注意安全哦。对，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下午应该差不多了，各县市应该就会开始有风雨了。只是不晓得这个巴威啊，它是不是又会继续往北走，还是说又要偏南了？昨天还在想说它路径还蛮南边的，想说它要直撞中央山脉了，就没想到下一个小时马上往北移，而且往的方向还蛮偏北的。对，交个朋友哦。如果是那个方面的话，我这边也是乐见其成啊，你们也知道的哈。你们各位老公的老公，你们都知道的哈。中间倒地，感谢慧姐。咱嘛真正就讲下咱萨克拉桑的哈。近景有来背问的吉亚啦哈。你之前有来拔琴，感受应该是相当的不错。今天被聚集到了，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礼尚往来，是吧？是部落下那个住中原大学附近吗？这个猪猪是不知道啦，对，但是感谢你去特别照了猪猪，好像在桃园金笔奖的这个展览活动的猪猪的立牌这样子，谢谢，帮我吃料理，自己吃，各人做呀，各人搭吼，来，然后刚刚的回家，我其实想再降一 K 看看，你们等我一下。我还不明白，可是我好爱你。为什么我看到有风在凋落？我想那一定是错觉。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爱的脸，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已，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
马上来我的身边。什么东西卡了？人都不见了。我反正觉得那个降音 key 我不会唱了降音 key 不会唱啊。卡什么吗？卡的懂之有卡什么吗？哈密瓜先生的赞助，卡在哪里啊？回家，马上回家。我需好回来，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liev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卡什么？卡的卡，有卡吗？有卡吗？所以你们回来了吗？闺蜜线们，有吗？所以刚卡是不是？刚网络断线，但是要回来了哈。看来回家路有点准，想开，是不是？台风天就快点回家。卡到葡萄干，真的卡一下而已嘛。一定是因为我们水母先生放的葡萄干在我们这边，于是网络就卡顿了，一定是这样，好不好？祖先不想就回家，不啊，问到公妈应该是就想要看我的心，他一定很想快点看到我，叫我快回家，是不是？应该是安尼啦，叫我卖个唱啊，叫我赶紧去背音一下，叫我快点去陪他们一下，这样对不对？那许多人拢安尼啦，对啊。而且每次在台风天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要囤吧，不晓得一个人在那边应该是没问题吧？就屯哥搬出去之后，就我大嫂跟我哥搬出去之后啊，然后之前有跟大家聊到嘛，就是就之前聊到，就是我爸好像真的是变成独居老人的这个状况，可是又会觉得说，天哪，有这么独居吗？感觉独居老人这个好像是定义在感觉是生活没办法自理，然后需要别人照顾吧，是吧？我不知道，但是总觉得独居老人感觉真的很，这4个字看上去要不要这么可怜？对，但是我哥女儿就很皮，就之前就过去跑去跟阿公讲说，阿公啊，就是我们搬走之后，你就要变独居老人。然后生而为姑姑的我听到就独居老人，我爸变成独居老人，对，很像，真的很像，毕竟是一个人住嘛。但是我觉得取决于这个，应该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对，但我觉得我爸应该还算暂时有自理能力吧。虽然说他其实有一只腿的确不太能走，他有一只眼睛也看不太到了。对，所以突然觉得说，真的是独居老人所以像这种天气都会想到，屯爸那边不知道还好吗？所以都会传个赖关心一下这样子。对，好，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想要祖先家多待一下，别会就出家。我现在都会错乱的，我现在到底是得温刀还是温公妈引刀安呢？独居猪吗？对啊，像你们自己一个人一人暮らし，你们一个人在外打拼，也是一个人租屋嘛。你们不会说自己是独居青年啊，因为你们有自理能力吧，就不会说自己是独居青年或者是独居青壮年。对，可是就独居老人4个字就好可怜哦，真的很需要被关怀这样子。好狠的一句话，人家都说女人比较贴心，我倒觉得这句话真的还蛮狠的。就是说我哥对他到底怎么教的
我只能说哦，不愧是，怎么会教成这样？哎，不是，对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只是开玩笑的啦。对，因为其实我爸有时候嘴巴也坏坏，会好囡呐，浪起来浪起来。所以我爸也是属于那种嘴巴有时候会去给人家浪的那一型的长辈。对啊，所以就可能就生而为孙女，被浪到已经有战斗力了，战斗力蓬勃发展。对，然后想说就是平常就是阿公嘴巴太坏，然后搬离以前反击一下之类的这样子。你们是月光族，好，就你们不是独居青年，但是你们是月光族这样子吧？这猪看起来不贴心吗？我超贴心啊！我超贴心啊！我超贴心，对自己讲，有多贴心？既然要贴，就一定要够黏。虽然要够黏，胶原蛋白就要足够。开玩笑，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我是主角，谢谢。好烂哦，对不起。我也是猪猪姑姑教的，不是我教的，我就不会这样教，你知道吗？我的小孩哪一天要是跟他跟我讲出这种话，我马上折断他，你知道？快点去跟那个三哥报备一下，今天可能需要那个3-4条腿，麻烦先帮我准备好的。尬，我尬给那用安呢，教训小孩用的这样。帮我吃掉芋头嘛？吃掉芋头不是我的工作，芋头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昨天又吃了一大碗了。对，基本偶尔嘛丢西呢。我前阵子我又自己去市场买了2条芋头，哇，我们家出现了蜜芋头，好开心哦，超开心的。我就自己炖蜜芋头，因为像外面的东西其实真的是越卖越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猪猪在家料理的机会基本上就是变得越来越多。对，因为在外面，你知道蜜芋头，你可能一碗可以给你卖个大概40-50块好了，可是里面说真的，现在一直萎靡成想2块而已，2块就40-50块耶。对，然后在家自己炖，然后原物料又安心安全，可以自己抓，然后又可以爽吃。对，就是可能一大条芋头算60块好了，你就可以在外面大概算是吃1、2、3、4，大概5-6碗的量吧，真的哦。对啊，所以蜜芋头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以的话，也都是尽可能就是在家里自己炖自己吃这样子。一品你好，欢迎来到的迪开冰的，搞批发，我找3哥，快点那个，因为那个腿先好好团头喝水，尬洗给那用教训小孩用的这样。这几天菜价偏高，不太敢买啊。猪猪是礼拜1跟礼拜2有先快点去把根茎类的先买回来，因为根茎类的比较有办法囤啊。但叶菜类的这个没办法，叶菜类可能但就少吃一点啊。对，主要是安全第一。哦，而且跟你们聊到这个，肚子又饿了，肚子饿啦，兄弟们，等下要来吃饭啊！等下要来吃饭啊！等下，你应该差不多要开始吃饭啊吼。来，我肚子好饿哦。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孙盛熙的这首歌。西西这首歌是什么曲？我看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孙盛熙的《眼泪记得你》是吗？好 ，OK。这首歌我们听过啊，《眼泪记得你》。如果是猪猪没听过的话，可能我要练好一阵子。孙盛熙 ，OK。你等我一下哦。
兄弟啊，我回来啊。好哦，果然这首歌之前在广播的时候蛮常听见的I close my eye，叫什么去了？眼泪记得你，然后，可是真的只会副歌你就会出现，爱你久了，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好，对，好，要花时间练一下。不过这首歌我觉得我也蛮有兴趣把它练看看的，之后再看会唱成什么样的形状。下雨到家湿了，湿哒哒的不好。好，今天的面线都非常的湿漉漉。快点去换个衣服，或者把头发吹干了，不要感冒了。好，等一下我把那个嘎气底下狂想曲先关掉。OK， 好啦，时间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可以来聊天，对，我们珍贵的聊天的时间，因为我们这边也起风了，丞相啊，起风了，朱迪卡，待会要快点出门办事了哈。今天依旧精明吗？长官，这不是咱的长官吗？丢官，丢官，长官你怎么念？我又忘了啦！天哪，身体起的这个注意力真的超不集中我看起来波波呆呆的，我鸡皮疙瘩，长官。我刚只是在听西西孙盛熙他怎么诠释那首歌啊！欢迎啊，菜你好，星辰你好，是有人讲到哟。欢迎你的讲到，我是迪卡屯足基，翰林你好，吴优你好，少龙你好，哈兹卡西你好，玉子你好，是起风了，丞相啊！然后我看一下，还有卡西牛肉丸，夸卡西后脚感谢你们的降落，秋天枫叶风行者，萨德来这是 Mr. NIST 拍谁可能不太会念，总之是降落。然后这位Lonely， 感谢你的降落。然后玉子刚下列杠的大师兄是咱的大师兄啊，你来呀啦！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师兄你来呀！今仔日这个迪亚咧唱歌咧练习，这就歹笑嘿！回家倒去厝内底。顺子迄条歌回家的国语叫做回家嘛，毋过雄要变成台语，就是回去阮兜。迄条歌真正是就歹笑诶！谢谢我们大师兄的降落，我们最美大师兄高翔，谢谢，感谢大师兄带着他们的观众们、他们的伙伴们的降落，谢谢。这位是六立马来呀，萨德来，谢谢你们的降落Hiroshi 来下一，刚下定来刚的，然后玉子，你把精明干练的那个草字头剪掉，谢谢。本频道由知名干练赞助播出，谢谢。这里只差我们的老沙了，我们的师弟是不是？这算取经大师兄、二师兄吗？是啊，我们的大师兄一直是我的大师兄啊。猴王降落，是，感谢这位是一狗爱迪生吗？会的。我今天姨妈来潮，真的非常的注意力超级不集中，对，但是还是短时数陪伴大家练一下歌曲。猪今天很乖，碰起来，碰什么啦？谢谢，而且对我们刚好看到玉子帮我们完美的示范什么叫做烹掉落。对，今天只要随性赞助，就会有烹，就是对，不晓得为什么会烹会掉落烹这样子。而且你赞助的那个金额越高，掉落的烹数越高，这样子，烹会掉落哦。谢谢大家。好。而且喝水是不用担心的，住365天都喝温水，没错，我的骨子里住了一个直男，对，请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对。然后今天虽然说我觉得我们练歌的进度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的大师兄降落了，追加，因为大师兄来了，朱迪卡生而为师弟的这个朱迪卡。对，迎来我们大师兄的降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对，我们再唱一轮，谢谢。谢谢玉子，想要看那个烹掉落的你各位，对，就是不生气的话，10块也好，50块也好，1500块都好，
会有砰随机掉落哦。这是 G3EX 健身，感谢你的降落。就头上珠角好吸睛吗？不对，因为我的叫做迪卡臀足肌，我就叫做迪卡臀足肌，你们可以叫我迪卡或者是猪猪。对，那猪猪基本上见红就休，晚上也不开台，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养生、非常边缘的 VTuber。对，所以不嫌弃的话，你们应该有机会都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中午、下午都有机会撞到这只猪。对，就是用撞的，猪突猛进的撞。对。对，然后也不嫌弃的话，我们下方资讯栏目前，我想一下哦，我们的生日周边基本上也已经预购算是结束了吼，但是我们的专辑的部分，我们去年制作出一张非常非常极具台湾味的台语专辑的这个部分，目前精装版跟平装版也可以继续预购，所以我们在下方资讯栏，你们点下去就会有预购的卖场。借个 PON 力，愿台湾平安度过台风。谢谢。如果我的通力可以让台湾度过台风的话，我真的是那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功德一件，好不好？对，这个功德呢会转化成我的知名干练，我就说感谢长官。长官，谢谢你。你有没有看到长官的棚掉下来了吗？我跟你讲。接下来掉下来的棚都不属于我，而是属于赞助者你各位的。对，刚掉下来的，今天你们有赞助的你各位掉下来的那些棚都是属于你各位，不属于我，不属于本频道，知道吗？不属于本频道。听说这里是砰砰出直播，不是 Zero。对，你那个砰砰收掉。对，我就说了，赞助的你各位掉落的棚，没有任何一个棚是属于朱迪卡，谢谢。如果是属于朱迪卡，早就在我的直播间淹满了，但是他没有淹满，知道没有？快收回去。汤姆先生厉害，刚小烈杠的，然后专辑买精装版绝对不会后悔嘛。感谢我们的阿瓜先生，对，我只能说精装版绝对让你们被诈欺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精装版是现在已经跟就是我们卖场的照片长得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基本上好，你就可以当封面诈欺，但是绝对是让你们被诈欺的很开心的精装版，你们相信我。我到现在还故意不把精装版的实体拍给大家看，因为真的很诈欺，而且真的超好看。对，是会满怀欣喜的，搞不好看了摸到了精装版，还会想情不自禁的再买2-3个精装版送给朋友之类的那种诈欺，知道吗？北部开始风雨变大，小天你把它注意安全哦，你们都注意安全。台风警报，基本上今天可能北部听说早上无风也无雨，但是下午开始就会开始出现风雨啦，你各位好好注意安全哦，哈。然后一日烹一日之行。好了，我今天微烹好不好？我今天微醺微烹，对，因为我的姨妈今天第3天还是有一点微醺这样，不是满2次吗？满都不能再满，没有啦，我们满就是通常都是，对，你也知道，就是会整理干净的，我们那个会清空的啦，我们那会清空的，对，你各位对，不会再满了，不会再满了，绝对不会，多买点精装版。谢谢阿瓜，也谢谢我们家的面线，也很努力的在替猪猪宣传我们这次的这个专辑。然后等到猪猪手上正式握到实体版，我会再正式给大家公开到底我们是怎么诈欺，怎么样就是封面诈欺到大家心甘情愿的。因为这个精装版金价就贵，成本就管成本很高啦，用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会动的 CD 吗？它整本是有点像精装书之外。它会动哦，朱迪卡在精装书里面是会动的哦。对，你们可以想想看，到底那个用料到底是多么的昂贵哦。至于精装版的部分，目前好像听说还差27张，只要27张再被买走，我很像就必须供出。我除了葡萄干之外，我另外一样很害怕的食物是什么？还有27张替我顶着，对。相信慈悲的各位不会这么快替我霸气，谢谢大家。我们家总裁都很关心我什么时候被霸气哦。谢谢你们各位哦。好，来，为了我们大师兄，我们再回头唱一下《新不了情》。感谢大师兄的降落。然后也好好休息，然后台风天注意安全哈，这个是最重要的。来，
我们再来感伤一下，我们将情绪要内化到非常非常的感伤，不能搞笑，对，不能搞笑，不能搞笑。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也难了，情难了。玉子很棒，来去订一张。但是你们不会这么快打起啦。即使玉子订了一张，我还有26张替我撑着啊，26张，谢谢大家，你们加油，你加油啊！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我的歌单上面怎么还是回家？我不是已经更新成那个他那个自动推荐我惹头香，他知道你们现在在风雨交加了哦，自动播放很会呢，知道我们那个什么台风要来了哎呦，真的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讲话很钝呢，脑袋都转不过去对不起，对，就是今天第3天的那个姨妈缠身，对，所以对大师兄你应该了解的，对，
姨妈缠身的我们，基本上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真行1个月1次软绵绵吵架，总滚！但是搞不好这些歌曲就是需要我软绵绵的唱腔。对，我们来算一下下个月什么时候软绵绵，我们来录一下好了，就在软绵绵的时候录一下，这样自动播放超级人性，知道？你怎样以红台 TV 来啊？所以放一个落雨声，给大家听一下安尼。知否你好，对不起，大哥，吸入太多空气了，你等我一下。好，时间来到12点53分，我们把最后真的回家一下哈。回家，我们回家一下。怎么软的更好欺负？反正你们也欺负不到我哦。而且这只彩，我就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的毕业哈。事不宜迟，该躺下。是的，大师兄，对，朱迪卡像是完全马上就可以断电的状况，对。但是我们还是练习一下歌曲，推进一下我们这个指定曲的进度，因为等一下我还得出门办那个事情，这样。有个小问题，朱明天会直播吗？啊，张立德，这是一个就好的问题。明仔载咧讨论的这国际这个活动啊，国际这个 ACG 的这个活动，延期咯。哦，明天原本7月11号就是我们金币奖算是有一个展区哦，公示我们文啊凯文非常辛苦的策划这个展区的这个部分。本地伫咧明仔载哦，下晡的时阵哦，就猪猪有被安排一个现场的连线活动，对啊，不过红台 TV 来呀，所以我们延到7月19号我们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这个活动，对，所以明天大家好好的乖乖的在家休息，明天好好的不准出门，回家就对了，知道吗？回家，现在就回家，今嘛的赶紧登去出来的，好，卖个出门啊，吼，不要再回啊，不是不要再回家，不要再出门了，也不准关啦，不然你就是瘦，知道吗？啊，唱歌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丢脸，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
去不再回头。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谢谢大家，要乖乖回家，不要再出门了。要是这样出门，你就是瘦，你说瘦呢，你就会被淋得湿哒哒，然后你就被淋得湿哒哒，你会遇到一个公，然后这个公呢，看到你呢，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把你带回家，然后呢，然后没有啦，没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子啦，不准出门，乖乖在家，红台丁，注意安全，好不好，兄弟啊？也谢谢今天降落的大师兄，看到你真的很开心。今天是我们很软烂的练歌指定曲的这个练歌会，然后不嫌弃的话，猪猪在每周一到周五不定时都会在平常日陪伴大家，晚上可能找不到我，然后见红就收，但是平常日开台是猪猪经营这条路一直以来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坚持吧，对，因为晚上猪猪不能熬夜，然后坚持早睡早起，然后健康的身体才能陪大家长长久久。对，不过就是姨妈来很容易就是恍神，精明概念不见，所以今天稍微有掉落一些烹，但是那都不是我的烹，那个都是面线门的烹，谢谢。有赞助的那个掉下来的烹都不是我的烹，谢谢。谢谢。今天顺子的这首回家，总算也把它练到回家了。在风台天的静静，我顶算，我总算我顶算会当回去阮兜啊，会当伫咧阮的公妈面头前好啊唱这条歌，叫做回去阮兜。这条歌就叫做回去阮兜，因为回家的国语就是回家，可是台语，我这两天就常常伫咧想讲回家的台语，我要讲啥？我要回去啊。回去阮兜，回去回来，对啊，就突然觉得我应该讲哪一个？好了，不管，唱回家了。如果有让你们觉得这首歌有唱回家就好了。但是猪猪会持续的再把一些细节再精雕细琢。我尼基里，你刚刚就好听嘛？谢谢美龙哥，谢谢我好听吼，谢谢。我们今天礼拜五，虽然这个礼拜最后一天开台，总算唱回家了哈。徐老师，哪有好事啊？哪有好事啊？反正你们不准出门。这么说你很勇哦，我超勇的好不好？不是彩彩，你真的是彩彩，你在军中你给我乖乖的啊！不对，彩彩你要放假了，我本来就没有臭长官。好啦，我想到长官就想到那天我们那个
第4台的那个卖药点歌会，我只能说大家很挺，真的是你各位真的就是长辈的化身啊。对啊，有一些真的是熟男，本身就是熟男，但有一些就是明明没有这么熟，但是在我们 KTV 啊，不是 KTV， 对不起，我们那天的那个第4台点歌的那个氛围，哇靠，那个台语跟我辣好辣满，很棒，很棒，都是我的骄傲，好不好？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生理崩啊！气死我！你们才崩，你们全家都崩。好啦，猪猪是喜欢唱台语歌，跟大家聊台湾一些各种美食跟各种文化的 VTuber。然后前阵子有开一个算是第4台，模仿第4台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跟观众 call in 啊点歌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节目，欢迎大家可以去补档一下，真的超好笑。我们家妹线们真的很会模仿长辈啊，有些真的年龄就真的是长辈，对，所以就总之谢谢你各位，对，我们快点来找降落的地点，因为朱迪卡很像丞相起风了，我快点先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然后快点出门办事，不然高几率我如果真的回不了家，你们如果明后天在社会新闻头条看到有一只猪在飞，快点把我领回家，那个应该高几率就是我，对，把我领回家，谢谢。把我领回家。有只猪在天上飞，那就是我。黑的情话哦，把我领回家，谢谢。哦啊，我们去找，我看一下。哦，哇，现在在开台的姐妹好多位，我想说找哪一位？诶，好，我们去找雪菲妈妈好了，因为她刚好换衣服，我们去找雪菲妈妈玩，好不好？刚好难得在这个时间看到雪菲妈妈开台哈，手到快变成肉干的那种手吗？对，没有错，塔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尤其是我们那个70岁的古稀人瑞塔瓦，但料理没到，臭柴柴，你自己没跟我讲，你又要被我加料了，你臭柴柴。然后，落好落满，飞天少女猪，对，所以你们就是这2天帮我注意一下社会头条，如果有一只猪就是被吹到天空中回不了家，那请帮我领回家，对，就代表说我可能等一下出门办事情就回不了家了，被吹走了。老妈，你来了，老妈。没错，就是我们非常 international 的牛妈，你来了，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过去雪菲妈咪那边跟她聊聊天，然后新义庄也过去看一下，这样子。不会，你们有辛苦了，谢谢你们。是想跟我说泡泡就嫁了，说鸡皮概念就是嫁了，没有错，阿瓜，这臭柴柴，真的是臭男生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臭男生，就是猪猪很不爱讲，但是就偏偏就真的对臭男生，就是这只柴柴，他就是臭男生，臭男生。对了，你没讲啦，臭柴柴，你自己去看你那个什么 DC 的那个对的那个讯息有没有？好，我疲れ様了，肚子好饿，猪猪切片尾了，然后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虽然说周末应该都要躲在家，可是不要再出门了哦，不要再去观浪了。你湿漉漉的，真的是太有魅力，会被一个公带走，就这样子，注意安全，知道吗？好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シェフェ母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雪菲妈咪的频道了。恰好你安全岛，现在就爱困呢。哦，就准备吃塔比欧跟米露古提，你现在搞我的家。不是猪猪，对不起，猴猴在喝那个珍珠奶茶，像我好想喝，我生理期是不是应该去买一杯慰劳一下自己？可以耶。猪猪平时饮控有点太过自虐，太规律了。今天好像可以稍微珍珠奶茶一下哦。啊，是我们的丁爷，咱今仔日较早开台，较早结束，咱呢降落伫咧雪菲妈咪的频道，系好你们的安全带，准备降落。然后没有意外，就是下礼拜见咯，各位兄弟们，台风天注意安全。下午还有一点时间，无风无雨。可能不太可能了，但是风雨比较小的状况下，可以把握时间先去囤积一下。至于囤积什么都好啦，对，都好，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出门就好。大家拜拜，我要继续 hold 住，不能睡觉，去办事情。
兄弟拜拜拜拜，下礼拜见啊，兄弟啊！